开始喽！我的直播开始喽。这个来喽来喽！我要听个音乐不？这样就好了。这样可以吗？今天教大家啷个现你呀，啷呢？小人有上这个游戏，这么早？对不对不对不？大家那个哦，直播是有点阿达，对，好久不见。我这个横的可以吗？对么？这种两个电脑可以怎么看啊？同时可以看吗？声音听得到吗？我的声音好不好？大家好。这样可以吧？怎么？早安，早上好。我今天，在脸书上啊，跟大家分享这个换轮，希望有可以跟朋友分享，然后我这个直播的过程全部用中文啊。那如果想要用这个英文跟藏文的话，可能我希望时间只要因为1个小时，所以可能以后用不同的这个语言来跟大家解释换轮那今天呢就先开始从所有的都是用中文来解释那
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个动作还有这个呼吸的这些运用。那这一次最主要是大家知道就是全球这个疫情的问题我也希望自己的一个时间跟自己的小小的一个人生的这个，应该说这半生的这个时间里面所练习的，自己曾经练习的一个心得跟大家分享。首先跟大家说，这个我今天这个名字叫七米我首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七米就是无死或是长寿，或是那这个呢是我爸爸在家乡有这个19几成立一个张毅的诊所，也说是张毅的这个怎么讲？好了，张毅的诊所，那这个里面其实收集了很多这个我们西藏古老的草药，还有一些很多的内容所以奇米就是他当时成立的这个诊所的名字。那么现在当然知道这个幻轮或者说瑜伽，都是结合的，那再加上我们所谓的这个心灵心灵的这个是结合的，所以我也最近自己也做了一些让我们身体这个提升免疫的一些草药配方，以后当然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分享那么不但这一次的疫情的状况，而是我们都知道身体需要免疫提升免疫七米，所以那这个七米其实如果是翻译成梵文的话呢，也叫做阿姆达藏文就七米，中文就无死或是长寿或是 health， 就是健康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那这个今天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比较有一点比较习惯，就是这个练这个幻轮，或是我们就扎龙 ，OK， 比较喜欢早上，因为早上比较安静，空气也比较好所以其实就是刚好这个时间呢，其实我自己本身静坐跟练扎龙的一个时间，所以把这个时间呢，今天就是当做分享或是直接直播的一个时间的课程。那么所以如果有比较兴趣的人，可以固定的去看那么这个直播完之后，我把这个内容全部放在FB上面，都可以定期可以仔细的可以看。那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我有些比较不太了解。那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保持温暖这是很重要。那么当然知道我们人体比如说好了，就是说瑜伽这个它的来源都是古老的从印度也好，或是说西藏的象雄也好，或是说西藏的医学里面的一些瑜伽也好，都是历史很久，或是人类的一个统计。那么这里面都提到说人体本身就有一种日那我觉得我们身体不能寒，我们身体一定有保持温暖。
那么温暖呢，它就是有外来的，或是自己的自然的身体本身有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身体本身有的这个温暖，而不是晒太阳，或是说家里放那个火炉之类的所以其实我们身体就有一个火炉所以最主要是这个身体的本身的这个火炉，让它保持温暖那这些很多如果知道西藏的这个扎龙扎就是我们的脉有静脉跟动脉扎龙就是我们的气，那气呢它有粗的、重的、细的非常细微的气扎也是脉也是有粗跟重的、细的、微细的这个脉那弄的这个气的最微细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心所以这些以后慢慢的跟大家分享更详细的，但是我今天只是说我讲说扎龙是什么东西所以扎龙就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维系的这个身体维系的这个身体的状况，那么提升我们维系的这个能量去自我保健或是说自我照顾。那当然如果有稍微了解关于藏医的一部分的话，也可以自己可以把脉，也可以自己可以早上尿尿的时候也可以看自己的尿液，或是经常我们去看中医的时候也会说最近梦多不多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扎龙练习的过程里面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梦来去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当然有更详细更奇妙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就是说慢慢研究的话呢，当然可以可以知道那么所以那这些所有的这个身心灵这一块的这个换人的身心灵的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就是从气来入门我们的气来入门。那气呢，就刚刚讲的维系的这个气那但是我们平常呢就是从气来入门。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首先就是排浊气是很重要，因为当然最近这一次的这个疫情状况来讲，很多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一些医生也是说看你的肺怎么样，就是可以知道。那么当然这个是不是为了把脉你的肺怎么样，而是保持我们的肺的活量，或是肺的这个能量跟我们的身体的火炉，让它可以保持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来去提升我们的免疫。所以我平常就是从气来入门。那当然身心灵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扎龙气脉气跟脉身体的更远的话呢，就是明点那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静坐我们平常讲的这个禅修。那禅修有对经、无对经等等的一个课程或是需要学习的这个课程。那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排浊气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当然对，我们如果说大部分的睡眠，就是说睡眠呢跟我们的这个
鼻孔跟我们的这个整个一个身体的气的运行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的气的运行变成是一个过缓或者是有问题的话呢，就是睡眠也不好。所以很多半夜醒来或是睡眠不足的时候，其实是打呼。我们也知道深度睡眠的时候，其实很少有打呼那另外就是会鼻塞那这个鼻塞呢，其实是在这些的经典里面呢，其实身体的整个气的运行是变成是过缓，所以导致慢性的一种身体状况的病所以那这个我把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所以从这个排浊气开始，那么排浊气呢就是我们就男浊，然后女右当然这里有一个动脉经脉的一个point， 就是一个点我们就会压住，从这个我们的从膝盖上面那最好如果盘腿那就更好。那如果不行，当然你先起床，早上第一就是做的排浊气在床上可以那就从这里，那么呢，当然我们的身体上呢就有1000多个的脉轮，所以其实我们的腋下也是一种脉轮所以呢，我们把这些脉轮或者说这些的穴道那么身体也有气的穴道跟血的穴道，还有其他荷尔蒙的穴道所以患者也很注重这些穴道，让他免疫，或是让他的这个能力活化所以这是虽然看起来比较不少的人听起来看起来有点诡异，但是呢，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跟统计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从这里滑下来，从腋下滑下来，从膝盖上面这样滑下来，然后呢伸出来。其实我们是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这个的它的含义就是说身心灵，所以其实是当然瑜伽是合一所以是身体跟心是合一所以其实在练熟了之后呢，就它是一个动禅当然禅就有静禅跟动禅，所以它是一个属于动禅的部分。所以其实因为我现在一边解释一边动作，所以练习好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动禅，所以我们心保持觉知的状态里面就做这个所以我先示范大家这样伸出去。那么伸出去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都会看住我们的这个手指根动作在哪里气在哪里，气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手指根伸出来，其实有很多的内容不能就是忘视，而是觉知来去那么我们就从这边伸出来，打下去之后伸出去，然后呢就放在这个鼻子，然后鼻尖。那么这里呢放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会这样压下去，然后左鼻孔里面吸进来，然后身体是往这个右边的稍微往上面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都是直直的脊椎挺直的，然后吸满之后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肚子也收紧啊，整个里面的气全部吐出去，往左下啊，来看住我们这个左手的手剑，这个手指根的指尖嘛，看住啊。那如果有比较属于那种信仰，应该说信仰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这个左右是一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左气排当然这些可以关系什么颜色都慢慢解释。那这个3遍 ，OK。那这个吐出去的气呢，是我们怎么观想，或是心里怎么安排，或是样子在我们的脑里面呢，就是它是一个一颗米或是一颗青稞的样子，就是说第一次是细的，然后粗的，然后是再慢慢细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形状的样子。那么对，这是也可以，我们身体除了脊椎停止之外，我们心里想就是身体有左脉跟右脉跟中脉 ，OK， 当然这些的内容我会以后慢慢的跟大家解释，但是今天从这里入门的时候呢，就是左脉右脉中脉这样子，这些都有颜色可以图片可以看从左，也许因为这个影片的关系，左右是变成是颠倒的，有可能最后还是打一下，伸出去。好，我要拿个卫生纸。那这个就排左气，排左气完之后呢，怎么做？然后把这个盘腿上开放，这个叫做躲，这个躲很好，会整个身体可以放松。那这个有时候很难哦，看起来简单，但是有时候比较难。那我这个的方法或是这个的窍诀跟大家分享，就是也是一样，这2边压住，然后双手放在膝盖上面，所以有点缩微我们的身体，缩微我们的身体伏在这个膝盖上面，然后缩微腰弯一下，之后呢就开始这样抖3次或者4次都可以，但不要抖太多会头痛。
这个呢，在很多经典里面就是练习气的有一些过患，预预呃气的这个预防气的过患，所以这个幻轮里面它有，这个朵呢，其实它有各种的名字，就是羊朵、狮子朵、马朵、鸟朵，各种的朵法。那么前面的朵跟后面的朵，还是中间的朵，所以其实这是很重要。那么如果你早上的话，当然身体是比较硬硬的，所以把排了这个浊气之后呢，就可以作为你的身体动一动这些关节动一动，那就这样关节动一动，你就比较不会。好，下一个呢就是下一个呢，我们的这个练一个 Om Ahom 是一个，这个意思就是循环或是净化，排浊气是净化，Om Ahom 是净化，也就是叫做休息的息，身体跟气跟心三个结合的合一的开始止息休息放松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它是圆形的一个运行其实这个看起来简单，但是它的含义跟内容真的很丰富，很出色，很重要。如果在西藏的看过西藏的这些过去的大师、大成就者这些的故事里面的话，很多的里面其实提到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他们来讲就是应该是保养身体，的一个重要。所以，但是呢，它可以训练到你的心，也训练到你的气，也训练到你整个身体的一个免疫跟循环。那如果这些种子字等等这些，如果你不记得不知道，其实是没有关系。但它的中药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练习。那平常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去健身或是跑步，其实都是喘的。那么虽然这也是一种我们的心跳高，然后身体整个会热起来，但是这也是一种练习，看起来是慢跟不是那么的粗劣，但是它是很微妙的，但是它的力量是很强的。所以我们概念里面呢，它是一个圆心的开始来
练，但是希望就是说，如果能够可以的话，这些其实内容比较容易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从口里面放出一种气，那这个气呢是冷的，那如果假设我们这个口气呢是热的，所以其实hito 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其实有刚刚讲的这个热是本身就有的，所以这个热是我们怎么样去让它在运用在身体里面，让它怎么样发挥，是很重要。所以，那当然它有各种的方法来去运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慢的，那么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怎么样去让它是慢的、长的呢？那我们知道一个概念就是它是第一就是圆形的，第二就是它完全没有粗跟细的样貌啊，它就是远远就是细的一个样貌跟慢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概念里面就是不要让我们的鼻毛不要动，这就是变成我们的吐出来的或是吸出来的气是热的，那这个热的呢，可以最近也看过一个人，他把这个水煮在那个火台上面，然后水滚了之后呢，就会从那边蒸汽出来，他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影片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也是，这有一点雷同啊。不是说雷同，我们本来就目标就是这样啊，所以所以如果你可以静下来的话呢，那当然这个时候可以静下来，就心很安静的去练习这样子的一个锻炼啊，这是一个比较慢的，不是猛类的啊，是静态的状态里面，当然是动态里面的静态来去练。那我就先释放。一边解释一边释放。那么，首先呢，就是把缩尾空干净之后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再吸进来。所以，因为这样的状态其实看不太出来，但是解释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呼吸呢，它是什么样子？就是它是我们平常的呼吸是折起来的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呼吸是没有折的，就是它是圆形的啊，像这样的一个圆形的，这个有一点爱心啊。圆心的，那它不要有这个粗或是细。我们平常是，我们的呼吸其实是它是有可能是粗，因为讲话的状况或是各种的状况里面，它其实粗细细。那有时候其实人体它真正的这个外面的 oxygen 外面的氧气。我们能够外面的氧气或是能量，我们人体本身其实平常我们只能吸到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手指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如果能够我们可以练成更好的话，我们可以吸成就是一手指的这个虚空里面的这个 oxygen 氧气，那放在我们的肺部。然后
慢慢的去从肺部里面散发到我们的脑那它我刚刚讲的就是冷跟热结合，然后保留在我们的肺部，然后去从那边慢慢发挥，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里面就是发挥我们的很多的细胞活化更活动力，所以吸进力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就是可以身体保持除了身体直以外，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肩膀跟全部一定要吸满。那吸满之后呢，也不能把它吐成这样子吐下去，是慢慢的吸进来之后呢，吐出来的跟吸进来的一模一样不能太吐跟吸变成不同的最好是不要这样，就是我们练的就是目标就是这样，这就是嗡啊吽的嗡啊吽也好，或者是说一个锻炼我们的锻炼我们的这个肺的一个活量，也同时我们会静下来。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再释放一次。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呼吸，这个吐跟吸的中间里面，当你在吐出去的时候呢，就开始知道我们的心跳那心跳呢，有时候有点会困扰你的呼吸，它好像咚咚咚这样动，然后呼吸就好像希望有快点或者希望慢一点，但是目标就是它是一个锻炼的状态就是练习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不要被心脏打得太用力，然后呼吸变成是困难的。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心跳它会跳，所以我希望我的呼吸是非常的顺跟长，但是因为心跳这样动，呼吸好像怎么呼吸有点这样的一个困难。那这是嗡啊吽，那么这个其实也随时可以练我们在，因为我想跟大家这里就是补充一下说，我有时候上电梯的时候我就会练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那这个很容易的吸进了外面的灰尘或是脏空气。那么如果我们非常维系的话呢，它绝对不会，当然会吸，但是比较不会那么多。所以那当然他练了之后呢，其实身体都会慢慢的会有一种会有一点会温开始会温
当然如果你可以，这个时候静坐是最好，那么大巴士或是大飞机，或者是睡不着，有时候睡不好，这个睡不着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躺下来，也可以练习这样。当然，有一些人呢，就是一定有依靠着一个东西来去催眠自己，可以睡着嘛。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睡眠不好的时候，其实这样的练，那大概这个假设因为这个 on a home 是为什么？为什么有一个 on a home 就是它是一个有对境的一个禅修。当你的念头里面有一个 on a home 的时候，你的念头不可能 on a home 的同时不可能会想别的东西。当然，因为形式很快，所以会交换，就是你的 on a home 跟然后呢想台北。但是如果你的专注力够的话，那你是 on a home 就是 on a home， 所以你的心就不会这么糜烂因为我说瑜伽是身心合一，所以永远就是身心合一的状态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搭配了这个方法来去合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去哪里，预防很多避免，那当然现在外面的这个空气不好，所以其实我们经常都会感觉到这个氧气不足，所以我们需要补充氧气，身体里面需要好多的氧气，才有这个细胞活化跟脑足够的这个氧气，所以精神跟各方面都有很好。所以今天我的直播到这里，然后我会定期的一个时间里面跟大家继续分享。明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持气。那么持气其实有各种的方法从小学，从 kindergarten， 然后小学、中学、高中等等的一些方法。那么当然知道有一些就是说你得跟着老师来学比较安全不是在随便看书上，或是说我不是说我是学很久，但是我也练了将近快20年的一个经历，所以应该是说胆的告诉大家，说不是说跟我学而是就是还是真的有经验的话是比较好，真的比较好。就像我们去健身房，我们去找这个锻炼老师我们就知道他练得好不好，他教的到底有真正的经历过跟没有经历过还是有差别，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没有经历，当然意思就是说还是有因为这个人体呢就是这些经典里面其实从我们入台的一个状况跟现在的状况跟 next 就是下一个状况讲得很详细。那么气是这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当我们我们抓或是碰我们的身体的气那这个一定得好好的去照顾它，而不是随便，因为它会一些负面的或是正面的一些情绪会发挥。这个时候其实
没有老师或是一些方法的话，其实会有一些状况。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些都不会，因为它都是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的一些方法，所以呢，你们都随便练都可以，不是说随便，就是说我跟今天分享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是安全的一个状态，所以都没关系，也有好多的帮助 ，OK。所以呢，我要吃早餐。